欢喜好新闻，继续来看台南归人的男行礼，集合着社会各界的善心的力量，搁来媒合着里内2间的面搭，来推出着爱心太阳面，以一间店1个月100碗的数量，要来帮助有需要的人。 面店的门口挂一个布条，顶面写讲爱心太阳面，这是由台南归人南行里的里办公处推出的爱心活动，结合各界善心的力量，和里内2间面摊有需要民众来这食面，拢免钱。虽然是伫南行里，但是咱无限定是南行里的这个里面，有需要的人拢会当来这甲使用。爱心太阳面是以每一间店每个月各100碗。 这个对象嘛无限定是里民，只要是有真正需要的民众，拢会使来食。嘛期待讲未来会使有更加侪爱心的力量做伙来加入。大家做善事，大家一起来，来让我们的社会的角落里面都有温暖的爱。 透过里办公处的安排，再加上里内面点的配合，也有社会上的善心人士，互咱的生活充满着更加侪温暖的力量。望讲未来会使继续不断，共同照顾更加侪社会上需要照顾的人。